慈悲的父神，再次谢谢你。我们愿意成为心灵上永远是年轻的，就在年轻的时刻，我们就有成长的机会。因为我们成长要迈向你，因为我们的成长要更认识你。愿你就在我们心中动工，叫说的跟听的在你面前得蒙新的生命，得蒙你圣灵的感动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风闻跟眼见，在人的生命当中，几乎天天都在出现。风闻的机会跟造谣机会，常常是连接在一起的，甚至于会有说假见证跟说谎。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媒体，大概你就可以体会到，这是真实的。媒体在台湾，好像死人被他说了就变成活人，活人被他一说就死得很凄惨。所以有些人就一直认为说，我们要用我们的眼睛来看才能够标准。但是事实上，有时候我们所看的却又是那么的虚伪，那么的假。很喜欢看电影的人，我不晓得有没有跟我一样，看到那个赌博的赌王，你就会发现说，他们戴眼镜是有用意的。我看过最大的赌王是他没有戴眼镜，那是装在隐形眼镜里面，你没有看到。所以世界上的事情，你越知道，你就越知道要亲近神，才不会被这些虚伪的东西所蒙骗。魔术也是这样的啊，会被魔术的人，他一伸手就有钱，一伸手就有这个鸽子，那他每天在家里就做这些动作就好了，不要在外面去表演，对不对？我今天要50块，我就变50块就好了，也不要变很多，因为变太多，小偷又会偷，对不对？但是事实上，魔术也是一种假的东西，只是它的诀窍，我们眼睛有时候被蒙蔽。从约伯的观点来看，他发现他眼见上帝跟风闻有神是不同的。也因为这样，他的生命就全然不同。正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，就变成更有意义。约伯在回答耶和华的话的时候，他是用一种非常坚定的心，不是只有承认说我有过犯，我无知，而是在说，神，你造我的生命，这个世界就是你在控制的。特别他第二次在询问神跟谁对话的时候，他只是认为说，神你太奇妙了，是我不能了解的，因为我的无知，所以我做了一些傻事情。所以在圣经上，我们大概也可以记得，他说神的道路比我们的道路怎么样？高过。神的意念不是你我的意念。也因此，约伯透过刚才我们所读的经节，也渐渐的明白，他顺服谦卑。第一件事情，约伯就问了：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。换一句话说，约伯已经明白上帝的计划、策略，他要做的事情是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的。他所说的每一句话，绝对不是空话的，他会实现的。也因为这样，先前约伯人生的风波，他的质疑，他的审思，
甚至于怀疑上帝的公义。但是现在，他承认了，上帝还是公义的，上帝还是事事多能做的，他会用他的智慧所落实的公义是真实的公义。所以大卫王才会在那个时候认为说：神啊，我不要为自己申冤，因为我申冤没有什么用的。我申冤，哪怕是嘴巴说公义，我的脑筋想公义，但是做出来的还是不公义。所以在这个箴言书里面就有说了一段话，21章他说：没有人能以智慧、聪明、谋略阻挡耶和华。马是为打战之日预备的，得胜乃在乎耶和华。用撒迦利亚书4章所说的是什么？你不是靠你的智慧，不是靠你的能力，乃是要靠耶和华的灵才能够成事，才能够成全的。在这地方，我们就看见约伯他生命的转变是从一些人讲了一些莫名其妙，好像似是而非的话，来让他混乱。其实你我有时候会像这样，因为有些人就讲那一些没有营养的话，挑剔我们，我们就进入莫名其妙当中，随便乱答。我不晓得我们在看电视，你在怎么看的？当你看到新闻报道打架的也好，在法院论战的也好，你看到一个人生气的时候，他就乱讲话了。所以圣经叫我们不要生气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人的生气，他的情绪的反应就不对了，他讲的话一定不对。没有人有情绪的时候讲话会很稳固的。你特别会发现说，讲话很慢的人，大概生气比较慢。我跟刚才这个年轻的朋友大概不太一样哈。你们会发现我讲话比较慢一点的哈，比较慢一点。当然我的华语很差有关系哈，但是其实不是这样。我们在神学院接受教导的时候，讲道的牧师就告诉我们说，你讲话速度不可以太快，也不可以太慢。你要让你的会众有机会思考的时候，你就讲慢一点，稍微停一下，让他去思考一下。因为他们不是录音机啊，有些人来做礼拜是像录音机，就录下来，写东西，甚至于我说的每句话他都抄下来，但是他没有反应，他没有想他的生命。你进来是要想你的生命不一样的，但是你也不能讲得太快。怎么会这样？不要让我讲话了。讲得太快，就会好像机关枪一样。啊，讲得太慢，年轻人说，大概这个老人没有气力了，所以讲话很慢。啊，其实不是，在你我的生命当中，怎么样透过每一件事情来想你在做什么，我在做什么。一个人当他认识神越深的时候，他就越知道他认识的越少。我不晓得这个好像听起来很没有道理哈。我再讲另外一个道理，你就知道了。当你读了博士，读了双博士，我请问你，你进到图书馆，你还会认为你读的很多吗？你会知道说，我读的还是太少。你在台湾的图书馆可能还感觉到我读的不少啊。你到更古老的国家，大英博物馆，你进去看一看，你可能会认为说，我到死为止都读不完这些书。那你还会知道说你读的很多吗？约伯当他遇到神的时候，他终于明白这个道理。他知道他知道的太少太少了。一个人知道太多的人，常常会高傲，常常会瞧不起人家。印度的国父是甘地，
他到英国读书的时候还被人家欺负，从火车上把他丢下来，他的行李也是。他专门读法律的，所以他就改造了印度。有一天在课堂上上课的时候，上完了，他就们一起去吃饭。你晓得英国有很多大学里面都有宿舍，吃饭的时候，老师跟学生就一起在宿舍里面吃饭。这个甘地就拿一盘这个已经自助餐拿完的饭菜，看到有一个位置，这个位置碰巧是他的教授的旁边。你晓得，很积极、很用心的人，他通常会去找教授坐在他旁边，他会问东问西的，他就免费的得到一些知识啊。所以他也这样想，就拿着这个东西要去做的时候，没有想到这个英国人会看不起很多的有色人种，特别是印度的啊，他就跟这个甘地说了，他说：“甘地先生，我告诉你，猪跟小鸟是不能在同一巢吃东西的。你们有没有看到猪跟小鸟在一起吃东西？告人伫家，拢无人甲应啊。所以我拄则咧讲录音机改些有成哦，好，我故意讲台湾话，让你们看看你们有没有这注意听哈。这个老师这样讲完之后，甘地就很轻松愉快的就说：“教授先生，你不要担心，我是只小鸟，我马上就要飞走了。”这个教授很生气，又没有办法，因为那是他讲的嘛，对不对？人家选择当小鸟，剩下的就是你了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很会讲话的人，你要注意听人家在讲话，你要分别那些干扰你情绪的东西，然后把它理理得很清楚，就很轻松，不要生气的回他的话，因为选择权在你。你要常常注意一点，先讲话的都会输。所以圣经叫我们说，不要随便乱开口，就是这样。多言多语必有过失。你先骂人，到最后你一定完蛋的。这个教授没有办法啊，人家这个甘地就很愉快的拿到别的地方去吃了，他就在那边生气。到学期末了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这个家伙，反正成绩操之在我啊，对不对？你晓得，读这个研究所哦，都是写论文的啊，论文都非常主观的，不是是非题说是跟非而已啊。所以在他交上这个报告之后啊，发这个所有的论文，甘地就发现说，奇怪，我这个论文怎么都没有写 A、B、C？ 你晓得，外国除了英国以外，应该美国也是这样。在你的成绩都是写 A、A-B+B 啊，他没有写，只有写2个字，叫做笨蛋。这个甘地一看到说，奇怪，怎么没有写分数？他就去告诉这个教授说：“教授，你怎么只有签名没有写分数？”这2个人讲的都是正确的。但是在告诉我们要学习什么？我们要选择我们是正确跟我们生命有关的。你在看书，可能有些书是看了没有帮助你的。我记得我还是在长荣中学当主任校牧的时候，晚上还是要当舍监。我结婚之后，1个礼拜3天到4天晚上，我要到舍监陪同学。有一天晚上有一个高2的同学，男的哈，就跑来敲我的门说：“牧师，我是不是可以到运动场去跑一跑？”我说：“已经2点了，你叫我开门给你出去运动场跑。”你们这边有知道长荣中学的宿舍的话，你看晓得哈，
旧的宿舍，然后那个铁门是旧的，一拉起来就咔，全部这一楼的人都知道，包括是楼上的人也知道啊。我就告诉他说，我很难帮你的忙，因为这样铁门一拉开的话，全部没有睡觉的都醒过来，他等一下也要出去跑啊。他被你一吵醒过来的时候，他要出去跑。好在舍监的任务就是说，他们去上课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巡视他们的每个房间，看他们在看什么书。我就直截了当说，你大概看尼采的书看太多了吧？他真的就直接告诉我说，牧师真的，我读他的书读不懂，晚上睡觉还在想，所以就睡不着觉啊。各位，我那一天跟他从2点一直谈到5点，因为要解决他的问题，不然他回去还是不睡觉嘛。到5点我就告诉他说，今天谈到这个地方，以后再谈，不然我明天要上课，你也要上课，啊，我教你，你不能在那边睡觉啊。各位，有些不好的书籍你要过滤。一个真正聪明的人，就是读了很多东西。他会过滤那些不好的，然后第二件事情也是重要的，就是把这些好的东西、很多的东西，把它归类、分秩序，有好的，有其次的，有比较不好的。你没有学到这一招的话，你脑就有很多东西，人家问你，你没有办法做很有条理的帮忙。这个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的。神什么都会做，但是他会照条理需要我们能够要的，他给我们，他绝对不会给我们我们不要的。第二件事情，他就问啊，求你听我，我要说话，我问你，求你指示我。我们的圣经大概比较简单啦，其实他跟上帝问话的时候，都是要请教的啊。有时候我跟我的孩子、跟我的同学啊、学生，我都会跟他修改一个词句。他们常常有时候都会问我说：“老师，我问你。”我就开玩笑说：“你是法官吗？怎么你问我？对不对？你要请教人家，你要请问人家。”我的孩子也是这样，爸爸，我问你，我说你是哪一庭的法官啊？怎么你问我？你问口经哈，问考经了哈？问你的犯罪事实吗？不是。约伯在他问神、请教神的时候，是在他已经准备要接受神的指示、接受神的要求、接受神要告诉他说的话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听要很快，说要很慢的原因在这个地方。要很快的来处理。约伯从那个听完之后，他就过滤之后，他就晓得他先前是无知的。那一个该受人家指责的是我，不是这3位朋友。这3位朋友本来在指责他的时候，他心里也想：你们这些家伙应该是你们被指责的，怎么会你来指责我？但是现在他注意听完之后，他就发现这3个朋友学历不很好啊，很聪明啊，但是他用那个似是而非的因果道理来告诉我啊，那我怎么会受这个影响呢？结果因为这些影响，我就忽略了神在这个工作当中，在这个经验当中，在我所遇到的事情当中要告诉我的。其实我们有时候遇到事情，不管是好或者坏，你要是每件事情都去问说：神啊，你透过这个事情在教导我什么？在要我注意到什么？不是只有坏事情。今天因为我们看到的约伯正好是他遇的是艰难的事情，所以你不要认为说因为艰难的事情才会遇到神，所以我就故意去碰艰难的事情，不是这样。
我们能够神来遇见我们是我们的恩典，不是我们多厉害，我们多设计。要是因为你设计的困难的事情，神才会遇到你的话，那你比神还要厉害啊！神在你的控制设计底下来遇你的啊，那是不对的。一个人常常受因果论的影响，是因为他没有仔细去分开说什么是因果论，真的会发生，什么是不会的。有些因果论是一定会发生的，比如说我们开始把电灯熄掉，我们把冷气关掉，全部窗帘都开始关起来，你就晓得这个一定会黑。渐渐的没有冷气，你就会发现开始有点热。再关了一阵子之后，可能有些人就头就有一点晕，因为缺氧，对不对？这是因果的。有些不是啊。有时候你生病，当然是因为你吃掉昨天已经腐败的东西，这个是因果。有些不是啊，有些是因为你本来胃肠有一点问题，所以适应不良。因此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要去学习怎么样去问上帝的话语，怎么样去学习上帝所用的东西。上帝的话语在什么？就是在圣经里面。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对话，这些对话会帮助你成长的，会帮助你我的生命越来越丰富的。但是有些人不要，有些人认为说，我问的道理是对的，为什么义人会受罚？为什么恶人会快乐？好像看起来是这个现实嘛。但是你没有看到它的背景。学习问话乃是生命的重点。越聪明的人，他的问话越妙。曾经有一个小学的女老师，他就问一群学生，他说：“上帝是不是创造一切？”这些小学生说：“是啊，上帝创造一切啊。”然后这个女老师就问他说：“既然上帝创造一切，你有没有看到他？”这个学生说：“有啊，创造很多东西呀。”女老师说：“你是看到他创造的东西，你有没有看到上帝？”这个学生就没有办法答了，因为事实上他只是看到他创造的人跟物。这个女老师又问了，她说：“你既然没有看到，你有没有摸到呢？”这个学生一想了想，谁能够摸到啊？他又不是东西，但是他不晓得怎么答。其中有一位同学就忽然间想说：“老师，我可不可以请教你一个问题？”老师可以问同学说：“我问你一个问题。”学生不能说：“老师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对不对啊？”他很有礼貌。他说：“老师，你有没有心？有心吗？没啦，有没有心呢？”老师说：“我当然有啊。”这个同学就说：“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心？”没有，没有。我们可能看到别人的心，看不到自己的心。我们可能看到别人在开心的时候，心在那边跳。最近的医学很厉害哦，可以换心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看过人家换心在移动的人的举手？我看看，心在代印当中有没有？没有看到哈。我没有看到真实的，我看到影片。这个是两个医生把一颗心放在那边，这个心还是这样。还有血啊，然后呢，有管子插在，他这个血就送进来又送出去，这样一直动。一个医师就跟他言谈说啊，就是实习医生，他说：“你要不要摸这个心？”这个实习医生一摸，温度还是有温度的。
这个医生教导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要把它盒子关起来，然后用车子很快的就送到需要换心的人当中。这个中间，这个心脏还是继续在动，还是有血进来，有血出去，那个温度正好是人的温度。谁能看自己的心？不可能。学生又进一步问啦，他说：“老师，你既然看不到，那再请问你一件事情，你有没有摸到你的心？”他说：“我摸感觉啊，摸这个感觉是其次，有没有真正摸到那一颗心？我刚才讲这个医生那个影片是真的，是人可以真的摸到那个这个心脏在那边跳的。这个女老师也没有。”这个学生也没有很嚣张，就很谦卑的向同学说：“我们美丽的女老师是没有心的女老师。”各位，能摸能看，有没有改变我们的生命？要是有的话还可以，没有的话那就很麻烦。不过学习人家怎么问话，是你我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。没有人生下来就会问东西的，甚至有些人问了被人家笑傻瓜，他才开调整的。约伯因为这样，他就达到第3个部分。他说：“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”这在说明约伯是重新在他的生命当中进入另外一个境界了。我想在座有很多人应该体会到说，你的生命常常在进入新的境界。特别是我看有很多年轻的朋友，你在开始谈恋爱的时候，那个境界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啊？有时候还会故意说：“啊，你怎么在这边我碰到？”其实是早就在那边等的，对不对啊？有不同的境界就开始发生，这个境界让他的生命开始看到说，见到上帝不是用肉眼的，是用他的心灵去了解的。上帝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，是因为他的灵进入我们里面，我们才能变成有灵的活人。上帝给我们这个灵是可以跟他的圣灵互动的。我们没有办法跟他的圣灵互动的话，那表示我们自己原理本来可以互动、可以传播的这种工具。亲眼看见神，是人一个非常重要的恩典。我们不要认为说那是我们很厉害。在生命当中有很多人因为这样改变他的生命，包括奥古斯丁也是。他从一个放荡、嫖妓，然后变成一个终身就不再娶。为什么原因？上帝让他本来的太太就死掉了，还没有结婚就生孩子，让他后来长大的孩子也死掉了。他终于知道说，我是一个罪人。我的母亲为此在为我祷告，不是没有理由的。不然哪里有19岁就可以当这个教授，那么聪明的人？结果当他遇到神的时候，他就决定终身不再结婚，就为神的功努力。所以后来有人才封他为圣奥古斯丁。我晓得很多的近代的神学家都受他影响，因为他开始在寻找神跟他的关系是什么。他说：“我只有在神里面，我才能够安静，才能够宁静。在神里面没有办法安静的人，说他相信神是有点问题啊。”今天我们的这个祷告的牧师啊，这个长老啊，正好用到我要讲的啊。第一堂我没有讲，但是第2堂我写在这边。
就是大卫王的诗篇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灾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一个依靠神的人是知道神是跟他同在的。神跟你同在，你还怕什么呢？哪怕是死也是无所谓啊。人只有死一次嘛，为什么那么怕死？怕死是因为你想要什么？我不是说，因为施牧师今天说不怕死，所以我就飙车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也不要说啊，上帝跟我同在，所以这个车子对撞过来，我就把它压过去，不是这样。只是我们要珍惜我们要做的事情，然后交托给神。神在你的我生命当中，他会用很多方法来保护你跟我。他的杖跟他的纲，杖跟纲在讲什么事情？牧羊人大概大卫最知道这个事情。杖一方面可以保护，一方面可以攻击。你们看到那个图，常常那个拐杖都是有没有钩的？有没有啊？钩在做什么？他说，当这个小羊跑进到这个深谷里面，人不能进去，他就用这个钩子把它慢慢勾出来。杖跟竿可以保护，可以做引导之用。这是大卫王在他的生命当中，他遇到神最重要的观念。约伯也是这样，当他遇到神之后，他就晓得神在他里面是无所不能的，他不要再担心什么事情。神在他里面，他就知道说，我是一个有过犯的人。正像以赛亚，他见到神的荣光在殿里面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的嘴唇不洁，我又住在嘴唇不清洁的民中。”一个人遇见上帝，他会让他看到他自己，看到他自己以外，不是神就停在那个地方。神就当你承认过失的时候，他就洁净你的一切，因为你已经认识他。各位，约伯已经不再受他的这些朋友的影响，他从今以后认为，我该做的事情就是寻找神在每一件事情上要告诉我的事情，他就会从中得利。他就会从中接受新的改造。上帝所控制的世界不是你我所想象的。有些人常常说，旧约那些讲的那些故事啊，大概都是骗人的啊，骗人的。其实不是这样啊，什么绕7圈大叫就可以这个城就攻下来，用人的想象绝对没有办法。但是我确信神他的方法是你我所不了解的，在我们尽力当中，已经努力到不了解的地方，就交托给他。不要你不努力就交托啊，神会看你的努力有多少，甚至在你我努力当中，他会慢慢的调整你的步伐，让你去知道正向上帝让约伯知道他是还不够的，他是还需要调整的。结论来说，当约伯亲自面对上帝，与上帝相遇的时候，他晓得这个上帝不是在供人研究的对象，不是好像东西一样，他也不是让你说啊，这个事实就是这样。上帝是会千变万化的，在人间的事上，你看到一个人遇到事情他都可以解决的，这个人是要有脑筋去思考的，这种人才能够承担大重任。大重任不一定是总统哦，
有时候你会发现说，当最高位的人，他也不是最聪明的人哦，只是因为有些不同的因素让他成为在那个位置上。不过，一个聪明的领导者，他会善用他的部属，他会谦卑请教他的部属。昨天正好有一个人送了一个 line 给我，我不晓得中间有没有人得到这个信息，就是乌干达的总统正式在全国带领全国的人向神悔改，他自己也是这样啊。因为讲到这个地方，所以忽然间这个让我跟你分享说，一个领导者要是知道自己的欠缺，会向神寻求的话，这个国家就不一样。乌干达这个国家有很多艾滋病，因为这个总统相信耶稣，开始用圣经的话语来经营他的国家。照联合国的统计，艾滋病的人一直减少。有人感觉到哪有这件事情？我也不要跟人家争论为什么有这些事情。我只知道一件事情：上帝不是只有让我们理解，而是让你我生命去体验。所以在旧约里面，摩西问说：“他们要是问我你的名字是什么？”他就用英文英文 ，I am who I am。用圣经可能说上帝就是上帝，你也可以说我就是我啊。人家问你，你是谁啊？你怎么讲？你没有办法讲完的。你要是现在是70岁，你要讲70年才可以讲完，对不对？你现在30岁。人家问你说你是谁，你要讲30年才会讲完。所以上帝跟约伯说：“你就照你的了解，每一个层次来认识我就好了。不要想要认识我全部，很难的。”各位，我不要因为这句话就说那我们就泄气了，因为反正认识不了，不是。你认识他多少，会帮助你的生命改变多少。所以圣经上会说，现在我们在看是什么？模糊不清。到那个时候什么？面对面就全然清楚了。我想上帝跟约伯讲的话，大概也是用这个成为他生命的重心。凡谦卑信靠上帝的人，他就必在他的生命当中享受到真正的喜乐跟平安。你只要半信的话，可能你还会有忧虑；你完全不信的话，那就会像银行的每天跑3点半的。愿神再次在你我心中动工，让你我知道，我们的生命原是他所创造的。他会像诗人所说的，他会照顾我们，他让我们有荣耀，比天使微小一点点。他让我们有尊贵，因为我们认识他，谦卑的跟从他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父神，再次谢谢你，生命是那么可贵。但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因为环境的关系，让我们混乱迷糊不清。主要再次恳求你进入我们的心中，跟我们同住。我们巴不得你永远住在我们心中，毫不离开，直到我们见你的面。愿你引导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